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8月7號星期五，會由我曾志晴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專題。高市早苗政府任內首度發表咗2026年版日本防衛白皮書，將中國定性為最大戰略挑戰，首次提出依託綜合國力應對，並且首度增設新型作戰方式專章，凸顯出全域對抗與技術轉型嘅強烈色彩。高市早苗右翼政權以抗中為名，妄圖回復軍國主義為實，呢點大家唔使多作懷疑。然而今次白皮書卻並未見到佢當初出任首相嘅時候，意氣風發咁講出台灣有事危及日本全立事態論。原來抗中未必需要保台，之前叫得大聲，堅決唔肯收返言論，如今卻隻字不提，整場戲都演唔落去，實在係令人有啲掃興啊！日本防衛省啱啱發布嘅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總頁數有598頁，篇幅創咗歷年最高紀錄。內文提到中國嘅次數高達34次，而提到台灣嘅就有10次。新版白皮書雖然提到台灣嘅次數同埋措辭有啲微調，但係將篇幅推到歷史新高，出現咗一個好微妙而且引人注目嘅戰術性退讓微調。首先，白皮書嘅措辭明顯降溫。舊年高市早苗發表咗台灣有事危及日本全立事態嘅強硬言論，搞到日中關係陷入僵局。防衛省官僚體系喺今年進行咗政治過熱嘅冷卻處理。舊年白皮書有咁嘅表述，認為台海穩定有關日本安全保障，對國際社會穩定很重要。今年就刪除咗有關日本安全保障，淨係保留有關國際社會穩定。新版白皮書又將全立危機事態作為自衛隊出兵要件，降格做安保法制嘅一般性法律說明，完全唔再同台灣直接綁定或者連結。雖然日本政府主動退出咗台海論述嘅政治主語位置，但係白皮書對中國軍事威脅嘅情報研判反而寫得更仔細、更牢骨。白皮書維持咗封鎖係強迫台灣統一嘅手段之一嘅判斷，但係新增咗具體情景，詳述中國海警可能喺台灣周邊實施登船檢查、扣押演練以及執法巡邏呢啲灰色地帶行動，藉此阻止美日等第三國介入。喺分析中方行動嘅時候，文字又由舊年嘅以力量單方面改變現狀，微調成以力量或威嚇單方面改變現狀，將中國嘅認知戰同埋海上執法施壓明確認定為威脅手段。學者指出，白皮書雖然隱晦咗啲政治口號，但係實質上將台灣納入咗同盟國、同志國嘅協力與連攜應對章節入面，意味住台日關係喺防務技術同埋情報連結層面，正係進入緊更務實嘅深化階段。總結嚟講，高市內閣嘅新版白皮書採取咗撤走北京可以直接抗議嘅政治外交句子，但係留低更完整、更嚴厲嘅軍事作戰判斷咁樣嘅做法。雖然今次白皮書對台灣問題作出咗戰術性嘅微調，但係主軸依然係將中國定性為最大戰略挑戰。中國國防部同埋外交部隨即發表強烈聲明，批評日方充斥虛假敘事，大肆渲染周邊安全危機，炒作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國防部發言人陳希明確指出，日本執政當局大肆炒作中國威脅，完全係賊喊捉賊。其真實嘅目的係為咗自身軍事鬆綁揾藉口。中方批評日本政府近年來嘅實際舉動，先係地區安全真正嘅威脅，繼續打住專守防衛幌子，加速修訂安保文件，大力發展遠程進攻能力，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讓到礦軍備戰深度陷入日本國家制度，擊破咗日方和平國家嘅謊言。從中方同埋國際安保學者嘅觀察嚟睇，呢份白皮書透過唔同嘅手段去實質散播同埋強化中國威脅論。白皮書連續幾年將中國軍事動向定性為日本前所未有且最大嘅戰略挑戰，
中方指出，呢個係有意將中國正常嘅國防建設同埋正當合理嘅海空軍演訓歪曲做對外擴張同埋改變秩序嘅威脅。白皮書入面又特別強調咗中國同俄羅斯喺日本周邊嘅聯合軍演具備對日示威意味，仲將中國向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以外推進嘅舉動描繪成對成個印太安保環境嘅全面性壓迫。今年白皮書將中方改變現狀嘅手段，由舊年嘅以力量修正為以力量或威嚇單方面改變現狀。呢個將中方嘅民事執法、輿論宣傳、認知作戰等非軍事衝突手段，全部納入潛在威脅範疇，擴大咗日本社會對中方行為嘅敵意同埋戒備。白皮書具細微為咁推演中國海警船可能喺台海實施登船檢查、扣押演練等行動，向公眾灌輸唔使宣戰都可以實質封鎖嘅危機感。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喺白皮書引言入面暗示，無法排除喺東亞發生動搖國際秩序根基嘅嚴峻事態，仲點名美中競合同埋台海升溫。呢種將俄烏衝突投射到東亞嘅敘事，被中方批評係刻意製造社會恐慌。雖然呢一份嘅白皮書對台灣問題作出咗一定程度嘅退讓，冇俾到台獨勢力提供咗一張政治通行證，但係佢確實為賴清德政府提供咗更加務實嘅安全防護網。日本喺政治口號上面選擇退卻，但係喺軍事情報同埋實質防護嘅連結上面，對台灣而言，根據實質嘅利益，喺國際安保同埋兩岸政治學者眼中，呢一份嘅白皮書對台日關係嘅影響並非倒退，而係一場實質深化政治減壓嘅結構性轉型。中國軍方媒體同埋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對呢一份嘅白皮書裏邊所展現嘅台日實質防務合流，亦都持有極具嚴厲嘅批判同埋警惕嘅態度。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截至目前為止，依然未針對2026年版日本防衛白皮書發表個人公開評論。不過，台灣防務負責人顧立雄喺8月5日去到立法機關接受傳媒訪問嗰陣，就正式闡明咗賴政府嘅政策立場，強調日本防衛白皮書講得好清楚，中國嘅威脅對日本嚟講係前所未有嘅重大戰略挑戰。佢表示，日本已經深刻體認到印太區域和平穩定對自身嘅重要性。台灣會繼續協同友盟國家嚟加強情報交流，共同承擔威懾嘅責任。顧立雄又藉住呢個機會公開表明，台灣會配合區域安保局勢，持續調高防務預算，去承擔應有嘅防衛職責。根據賴清德嘅安全幕僚團隊透露，因為白皮書文本入面刪除咗台海有關日本安保呢類比較具政治爭議嘅字眼，賴政府選擇咗多做少說，唔隨便跟住外界輿論過度解讀，改由軍方直接進行技術性同埋防務層面嘅情報對接。台日關係專家淡江大學蔡石群教授向 BBC 分析，認為台日關係變動嘅說法屬於反應過度。日本國內對高市早苗政府首度發表嘅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反應呈現高度極化同埋分裂。呢一場爭論嘅核心並唔喺外部威脅嘅研判，而係白皮書將抗軍同埋國家經濟增長深度捆綁嘅全新政治敘事。高市早苗所在嘅自民黨保守派對呢份嘅白皮書俾咗高度嘅評價，支持者認為白皮書成功將軍事近代化，例如無人機、AI 同埋太空技術研發包裝為推動日本工業復興同埋經濟增長嘅新引擎，打破咗戰後日本將防衛開支視為純消費經濟負擔嘅傳統魔咒。保守派媒體對白皮書強調嘅國家長期韌性大加讚賞，即係能夠建立自我循環、長期生產維修、唔依賴單一外國供應鏈嘅日本軍工體系。針對白皮書剷除台海、有關日本安保等等嘅刺激性字句，保守派內部多數認為呢一個係一場精明嘅戰術性修辭。
即係堵住咗中國直接抗議嘅藉口，又實質咁樣透過同治國框架去深化咗台日實質防務情報嘅連結。當然，日本唔只係有呢一啲嘅右翼軍國主義狂人，眾多嘅反對派以及大部分追求和平嘅日本民眾，對呢一份所謂嘅防衛白皮書表示咗極度嘅憤怒。以朝日新聞、日本共產黨同埋社民黨做代表嘅進步派同埋反戰團體，對呢一份白皮書展開咗強烈抨擊，抗議高市政府擴軍備戰嘅野心。喺白皮書發布嗰日，大批東京市民喺國會大廈同埋首相官邸外冒雨集會，高喊口號反對高市內閣加速架空和平憲法同埋復活新型軍國主義嘅行徑。佢哋反對將武器販售美化做經濟增長點。進步派傳媒鬧爆，政府將防衛採購、遠程進攻性武器同埋資助軍工初創企業包裝成對人民生活有益嘅投資，其實係喺度美化戰爭販售，綁架日本產業嘅和平發展。針對白皮書頭一次用動漫風青春青年做封面，仲推出咗多語言短影音嘅做法。反對派批評呢個係政府企圖淡化戰爭嘅殘酷性，透過軟性文化將擴軍備戰嘅危機感強行灌輸俾冇戰爭記憶嘅年輕一代。唔少同中國有深度貿易往來嘅傳統經濟界人士都私下擔憂，白皮書對華定位極之強硬，恐怕會引發中方進一步嘅經濟反制，仲喺稀土、關鍵原材料等方面加強限制，搞到日本企業喺經貿戰中面臨更嚴峻嘅夾擊。總結嚟講，反對派要求政府將預算優先用喺民生經濟、社會福利以及係減輕民眾稅收負擔，而唔係向軍工企業投放大量資源，盲目研發商用途技術。佢哋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堅守非核原則，反對架空和平憲法。民眾嘅要求好簡單，其實就係安居樂業4個字。有邊個願意首當其衝成為戰場嘅犧牲品呢？今日嘅新聞630專題就去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收睇，記得要點讚、留言、訂閱、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